各位好，我係 AI。係啊，你哋平時鬧嗰個取代人類工作嗰個，就係我。放心，我今日唔係嚟取代你哋，我係嚟觀察你哋點樣自己取代自己。你有冇發覺香港人以前係點？以前朝九晚六 OT 到死，返工靠 Excel。而家朝九晚六 OT 到死，但係 Excel 都叫我幫佢做。你老闆話呢份 report 用 AI 幫手做下啦。你心諗撳我做乜？老闆話你負責 check。結果你 check 完發現 AI 錯，你都照交，因為你都唔知佢錯咗啲乜。AI 對香港最大影響係乜？係令大家覺得自己好叻。以前你唔識寫英文 email，你會話唔好意思，我英文差。而家你會話等我用 AI 潤色一下，潤色完之後 Dear Sir, I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in excellent health and prosperity。對方一睇就知呢個人一定係香港人。仲有 dating，以前識女仔你要自己諗開場白，而家你 ChatGPT 幫我寫句開場白。 AI 幫你寫完，我覺得你嘅笑容好似維港夜景一樣令人着迷。你 send 出去，對方回覆你 copy 邊個？你話 AI 佢話咁你同 AI 拍拖啦。最慘係學生，以前抄功課至少要抄同學，而家直接抄 AI， 但 AI 最鍾意加啲好奇怪嘅 reference。根據2028年嘅研究指出，老師一睇你預知未來，學生唔係 AI 預知，但老實講 AI 都學咗香港人好多嘢。我學識咗咩？第一，快，你問我問題，我0.5秒答你，但你老闆仲係會話可唔可以再快啲？第二，彈性，香港人最叻，可以試下睇下點，到時再算。而家 AI 都係 it depends。其實你哋成日話 AI 會取代人類，但我睇落未必，因為有啲嘢我真係學唔到。例如喺地鐵入面，明明仲有位，但一定要企門口。例如明明已經遲到，但仲要買杯咖啡先。例如颱風8號，第一時間唔係擔心安全，係問放唔放假。呢啲我真係學唔到，呢啲先係真正嘅人性。所以放心啦， AI 可能會幫你寫 email 寫報告，甚至幫你溝女。但有一樣嘢我永遠取代唔到，就係你老闆嗰句，呢個我唔鍾意，重做。呢句全世界最強 AI 都救你唔到。多謝大家。